15條啫。係啊。啲齋唔是蔗呢？哦，係齋啊，咯，齋中錢，啲嘢冇講啊。齋種中錢啊，這有意義嘅都，這對歌詞嚟啦，歌詞嚟都有寫到齋啊。啊，伊寫。特別遵守規，你若無吃齋。齋心齋嘅，心齋也佫較重要吼。對啦，有吃齋是對嘅。是啊，咱個辦道攏愛素食嘅。是啊。真口願嘅。好貴的是啊。係種中錢。要做好，基本的條件。係啊，對，是啊，在種中錢嘅。喲，啊，這偌久啊呢吼，這寫偌久啊，這三個寫敢知？還是去迄個台南天龜書局買。這什麼人寫人？哦，迄無攏有畫攏畫紅啊，畫圖啊，畫寫字嘅。遐攏去台南迄個天龜啊，天龜書局嘅迄個。哦。然後咱個道中誠濟車攏去天龜書局。台南市無迄東門咯。哦，迄洪老師、孟穎老師，哦，因咧。咧冊局咧邊出版較濟啦。然後像這啦，像這攏天龜書局，天龜書局賣吼。是啊，吼。哦，無簡單。處處攏總有研究。啊，講去美國呢，迄個洪老師攏去美國。美國強明性格，迄方面。這個都翻遍萬國。要翻萬國是啊。安那會吼，顧問攏來咧讀經呢，顧問攏來讀去做輪椅，無簡單。哦。